来继续在地人在地情，来看云林口湖乡的鹅寮村，有一项特殊的信仰活动，叫做送顺风，是鹅寮村传承百年、真有特色的风俗。做伙来看。 口湖乡的鹅寮地区特殊的民俗送顺风，伫咧旧历的8月15接五虎，伫咧8月18甲送离开，这天嘛是规个鹅寮一年当中上界闹热的日子。早前咱的五虎就有来甲咱解除咱庄头的瘟疫，为着要感谢咱这大顺，咱15甲接入境来奉敬，甲奉敬4天，18才甲送顺风安尼。早前是讲咱送顺风了后，国口家拢搁办桌搁请人安尼。送顺风那是村内一年当中上重要的庆典，伊的科技甲传统嘛真特殊。欠年欠这，就是要欠要做8月18，就是表示阮8月18这天足隆重，伫阮整个嘛足有意义的。阮就是拢有五星，过来就是咱的茶米，这就是咱的五虎大岁，因较早伊的指定咱保存的传统文化，希望讲会当一代传一代延续落去。送顺风那是信仰文化，嘛展现在地团结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